天文台話，呂宋附近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今明兩日橫過呂宋一帶，並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考慮星期3晚去到星期4初時發1號戒備信號。預料嗰個熱帶氣旋大致移向廣東沿岸並逐漸增強，但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佢嘅路徑同強度存在變數。由於佢嘅環流較為細小，要喺比較接近本港嘅時候，先至會為本地天氣帶嚟顯著嘅影響。天文台會視乎熱帶氣旋嘅強度、強風區同本港嘅距離、風力變化等，評估係咪有需要喺星期5改發更高嘅信號。此外，天文台預料一個熱帶氣旋今個星期後期喺菲律賓以東嘅西北太平洋形成，下星期初進入南海北部，靠近華南沿岸。澳門最快聽晚發出1號風球。氣象局話，位於菲律賓以東嘅低氣壓已經發展為熱帶低氣壓。按照現時預測路徑，聽晚去到後日初時進入澳門800公里範圍，到時會考慮發出1號風球。預料嗰個熱帶氣旋會逐漸增強，大致吹向廣東東部沿海，移動路徑同強度仍然存在比較大嘅不確定性。